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爬山者成功梦想的这所在，就是海拔高度8848公尺的圣母峰。全世界第一位2摆挑战圣母峰女性爬山者，就伫咱台湾，伊是江秀珍。伊个包含有色的世界7座关山的纪录拢是伊创过啦吼。咱讲，毋过虽然有遮尔济爬山这个经验，有一回咧，伊嘛面对着死亡的这个考验吼，家己伫咧零下40度这个风势之中，经过2压，伫咧布棚内写心经，跪落去吼，祈求天公伯啊，可以活命。伊嘛真正活落来啊吼。落山了后，投入爬山教育，发愿爱成立台湾国内头一间登山学校。秀发山林爬悬看，真情实质爬山情。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来带你看伊的故事。伫登山界，若是讲到江秀珍这个名，大家应该拢袂生分。江秀珍伫1995年成功爬起圣母峰，嘛是台湾头一个爬起圣母峰的女性。2009年，江秀珍嘛是全世界头一个完成爬起这顶峰加圣母峰的女性。伊想起家己头一届爬山的时，其实只是介意伫外口拍拍照。我16岁开始，第一件爬山啦。迄当阵嘛，毋是讲介意，迄当阵就是做对阮二姐吼来迄个自强活动，因咧公司办的，来到了来迄个擎天岗，以前是真正无好行，经过卷丝瀑布的时阵吼，就是骨啦，足骨的，所以拢因为以前嘛无，以前拄头的爬山无啥物登山鞋啊，无啦，嘛无啥物雨鞋，就是敢若穿咱学校穿的。迄种帆船鞋，迄种布的就对了，所以迄阵是我第一件爬山。回想起头一届爬山的情形，印象较深的，除了路歹行，也阁有一碗泡面的滋味。迄当阵因为敢若合作社通买物件，就2个人买一碗泡面，足贵的咧。就伫个合作社，因遐有供应迄烧水嘛，就伫遐泡泡一碗泡面，所以这是我印象上深的啦。虽然头一遍爬山经验只会记咧食泡面，不过江秀珍讲，因为家己自细汉就真爱缀人行，只要大姊二姊出门，一定爱缀路，就是安尼个性。后来伊嘛来参加救国团。后来是参加救国团，才开始爬台湾的高山啦。所以救国团佫无共啊，伊就是咱爱报名嘛，伊的训练含爬山拢总1礼拜，所以迄阵去冬天去参加爬雪山落雪啦，落3、4天哇！我就感觉讲，咱台湾爱遮水迄雪甲迄山咱一般看山是青色的啊，毋过呢。伫个迄阵是白雪雪土，拢落甲规个山坪拢白树敢若迄圣诞树共款。因为山的美丽风景，互江秀珍对登山痴迷，爬过世界各个的山，也是台湾的山上水。江秀珍一路行来，捌做过国家公园的向导、解说员、巡查员，嘛，互伊交到袂少介意登山的好朋友。因为我嘛是爬山队的。阮队的拄仔要庆祝15周年啦，所以就派伊来甲阮向导。因为迄是一个师大哥啦，伊就甲我讲派一个世界的迄个向导来啦。我想讲爬圣母峰咱一世人敢若知影这个名，无可能去爬头一摆看到伊的时阵，哇，伊才24岁嘛，敢若小朋友咧，人个害羞。做腼腆的啦，所以互阮感觉讲，敢若邻家的小女孩。虽然当时年纪也阁真少年，不过江秀珍对登山却是有真侪实际经验，嘛尽量传达正确的登山知识。尤其经过这几年的经验累积，江秀珍的个性嘛改变真侪。伊讲，这是因为咧爬山的时，就是甲家己相处的上好时间，嘛是一个重新实在家己的机会。
今日就邀请到这个秀珍姐来到咱节目现场。秀珍姐你好。阿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除了秀珍姐人安尼叫，啊有其他人安怎甲你叫？我高中的时阵吼，阮同学拢叫我江的。江的安怎讲？因为我都运动嘛，所以头毛拢撸较短，撸较短，较好整理。啊，搁来爬山，无法度洗身躯啦。跩头毛较短了，搁运动嘛，所以定拢去用认做查甫的。有安尼这个情形对吧？有足济，不管是去坐高铁啦，然后反正你高铁去便所还是去倒吼，拢会一清早去用吼5岁是。查甫的安尼啦，是，不过咱讲这个运动细胞真好啦吼，自细汉就是走运动店的吼，对，搁会晓拍排球，啥物球球类你拢会晓得对啊？其实只要是运动拢足介意，所以我是伫上溪出世的嘛，所以较庄脚，庄脚人吼较少去即个参加这个运动，所以阮。一个运动员拢爱包差不多10项，减10项，专练的就对啦。对。是。所以练迄个叫做三铁喎，迄个标枪、铁饼加迄个铅球，这拢有单过啦。是。啥物拢有这个秀珍姐啊，这个。是啊。是，所以咱讲这个运动细胞吼，真做买手，咱讲即阵爬山爬到足心得啦吼。其实爬了遮尔这个山，头拄我这个开场的时阵嘛有讲过，面对着死亡吼。一边吼去挑战这个 Argentina， 有一个关山的时阵，迄当阵是拄着啥物这个风势啊？你若伫爱就是天台内底吼写这个心经，祈求会当活命落来。是啊，因为拄好我的队员吼，因为我敢若2个人啦，爬第2遍，第一抓无成功啦，就第2遍敢若2个人先入去。是。尾仔就是要落山骹摕物件，因为阮本来是讲直接要去你顶，是，叫天气无好啦，搁加上即个体能也无够，所以讲跩安尼，讲好讲2个要落山骹摕物件，甲搁起来，我想讲你都落去，过一工就要起来啊，安尼麻烦，咱所有的重的物件拢已经搬起来啊，无安尼啦。你累了，你累歹啦。阮另外一个大哥啊，伊原住民的体力足好的。是。我讲你累歹，我直接等你。反正你明仔载就来啊嘛，都起来。所以我嘛真放心安尼。是。伫个爬山来讲吼，阮家己一个人带一顶天都，这是时常的代志啦，事件拢安尼啦。毋过吼，就是迄件落去了，跩暴风雪，风势就来啊，足大的吼。拄头的嘛感觉讲下晡落一下风势变安怎？所以就无想到讲吼是暴风雪来啊，嘿啊，跩安尼错过了哈，迄个落山的时间，是无法度啊，只有关伫个天道内底，2天2暝，人生的走马灯走过几啊轮，嘿，拄头真正是惊到了，是讲死啊，咱安尼要安怎好？是讲哦，即个衫啊，若啥物拢有无问题，就是惊讲天都去互吹去。是。因为迄风吼是生目睭毋捌看过。嘿，安尼。是。迄当阵有咧想啥？迄当阵拄头是惊啦。后来渐渐就是讲即个即个风势遮大，咱嘛无法度出去啊。是。开始物件摕来该缀又好啦食的看剩偌济。是。就安尼。一困啊，差不多点外钟，时间就无啊，时间就过去啊。毋过无解决代志啊，外口嘛是平平桥啊。所以到尾仔就真正知影讲吼，即声倒袂过啊。是。跩跪落来甲天公伯啊，讲安尼啦，你吼饶我一命，你若当饶我一命吼，我等来一定即个叫做奉献国家啦爱做一寡即个有意义的代志伫社会安尼。有影吼，这个咱要讲的这个教育这个部分吼，爬山这个教育。不过吼，咱讲像爬山遮尔危险啦吼，有拄到这个风势吼，爸母知影会烦恼无？这就是伫爬山当中吼，若拄到较无，其实我自细汉是安尼啦吼，报喜不报忧啦，拢安尼啦吼，嘿，就是讲无好拢无爱互老爸老母知影，拢会报好代志，无咧报所以。我也感觉讲，即件代志无互阮老爸老母知影。即件也毋敢互因知了。系啊，有到时就无爱互你爬山。我也感觉讲，其实这就是咱家己的
感觉就是讲，天公伯爷既然饶咱一命，就表示讲，咱有足侪代志，爱继续做落去，啊无一届就甲你收起来啦，对无？有影。哦，所以就是安尼的原因吼，伫迄个时阵嘛，知影讲，咱生命应该安怎过，较有意义。所以我2007年开始，我就决定要去演讲。哦。嘿，甲即个故事的过程吼，讲互大家听。因为咱有当时啊，你甲人讲，哦，这偌危险啦，安怎我安那啊？无感受，是啊！你若配合迄个影片，真正现场是安尼的时阵吼，你就会当鼓励搁较侪人讲，你看，我嘛是踮即个所在，遮危险的所在倒转来，我呢开始做啥物款的代志。是啊，对，同齐就是讲吼，对于即个危急的时阵，足紧急的时阵，你紧急嘛无效。是啊，所以教人讲吼，你爱愈紧急的时阵，你爱愈定着啦，吼，愈定着，你会当紧的敲电话，吼，去叫人来救啦，啊是安怎，也是讲你静落来吼，你才有法度找到即个吼救你的即个出路啦。是，所以这嘛是平常时这个训练爱有够吼。咱头拄嘛讲到，你爬过这个圣母峰2转吼，一南一北，啊听讲是北平遮吼是上忝头的这个所在啦吼。北平我是因为较少年的时阵去的，24岁。是。啊，迄当阵第一件去接触即个世界的第一关的山嘛，哈，啊，所以阮的训练吼，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年半，啊，爱攀登，啊，爱爬壁，雪溪，吼，啊，过来就是啊，搁去即个，阮拢甲即个体育学院吼合作，去检查你的身躯的即个吼心脏啦，啥物有诶无样吼，即个头壳啊有啥物。有拢爱先检查一遍，吼，啊，过来训练即个所谓迄个叫做低氧训练，嘿，即个部分是啊，准备好才会使出发。准备好才会出发。准备好。是啊，一南一北，头拄咧讲即个训练量嘛是真大啦吼。对。啊，24岁当阵爬的时阵，迄当阵心内有咧想啥无？其实迄当阵就是少年，所以戆打。嘿，戆打，真正拢是对即个较资深的吼。咱这个前辈咧行路啦，所以学啦，就是吼不断吼去学，吼去学习就对。咱的前辈安怎行，咱就对安怎行。咱讲家乡对白啦，迄当阵的状况真正是安尼。是。嘿，啊，而且1995年吼，其实迄个设备啦，吼资源啦，啊，过来咱的知识啥物拢无遐好，无像咱即马 Google 试咧就有啊。所以真正嘛真好了，对。就无好诶，啊，所以你相对吼较困难啦。嘿，啊嘛爱用较侪时间去准备甲了解。啊，即马到2009年去第2遍的圣母峰吼，所以阮按这边的时阵都无共啊。是。嘿，时间较短一点。啊，过来就是准备的部分嘛较有经验。是。啊，资源各方面嘛较好。对。所以这个心态上吼，较无共啊啦吼。无共。是，但是咱讲到过去的这个经验，你较早出社会嘛较早啦吼。所以熟悉到遮足侪这个好朋友做伙来爬山。是啊。是，嘛是甲你斗训练。哦，鼓励啦，我感觉鼓励足重要的。是。所以受到遮个前辈的鼓励，我伫个21岁就摕到这个向导证，开始做向导了，对吧？啊，迄当阵其实拢是菜鸟啊，菜鸟啊，菜鸟拢是即个吼，讲真正咱伫爬山来讲吼，咱就无登山学校，是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即师傅哈，即带入门啦吼，就豆学安尼啊，啊，所以拢是一寡叫讲前辈教的啦，经验安尼传承安尼落去，对，啊，实务。对咱来讲是足有诶，有啊，啊，毋过理论咯，无也欠啦吼。嘿，因为咱基本上早期就无种爬山诶理论，啊，所以即马就是我未来爱做诶。是未来爱做吼，头拄啊，咱等下嘛讲到这个进修这个部分，你真正是真有出脱啦吼，读到博士啦吼，要继续来进修，但是我搁要回过头来问吼，你讲你做这个向导啦吼，这个部分，有一个人问过你一句话，就是讲。
你就是包食、包大、包塞车，然后什么拢甲伊穿便便，但是伊互你一个问题，迄个问题是啥物？互你印象真深，嘛改变你的这个人生的观念。哦，伊甲我讲咧，你姓母风转来吼，那你做这吼咱讲十车啊，就对啦，嘿，啥物拢做得对。啊，以前的向导就是包食包困啊，包大啦，搁占床位啦吼，家己开车，吼，啥物拢是向导家己来。是啊。迄阵就是啥物拢包嘛，伊就感觉讲，哎你迄圣母峰转来，咱去做这个工课吼，无价值。伊讲你应该有啥物抱负啦，吼，就是讲咱讲的，你应该有啥物理想甲对啊，是安那伫咧遮迄落啊，吼。啊，我讲有啊，我有理想啊，吼讲我的理想就是想要来去读这个吼登山学校。迄当阵是读，我想要入去读。是。啊，台湾无登山学校，啊，所以无登山学校吼，这个。陈先生啊，吼，我拢叫伊进上的。进上讲啊，无要紧啊，咱来外国读袂晓啊。结果外国一查落吼，哦，迄拢欧美的啊。欧美的系统甲咱嘛袂合啦，啊，过来咱的语言吼，嘛甲迄当阵嘛无遐好。是。啊，结果我就找到一个较近的日本。日本有一间登山学校。是。啊，不过咱无讲吼，咱无先去问讲吼，人伊到底有伫接受到即个外国的学生无？敢若知影讲伊有登山学校。是。啊，所以讲，日本安尼好哦，吼，伊就讲要甲我探听呢。伊讲因新妇吼，后生拢住咧日本。哦。啊，我讲安尼哦，安尼人都要来咱探听，要帮咱去探听迄学校的代志，咱哪会使无认真？紧走去学日文呢。哦。我学日文才学半冬呢。是。会晓拍招呼啊，会晓用日文甲人拍招呼。嘿，对，会晓压写字。啊，尾仔呢讲，这阮共梯啦吼。共梯的同学吼，伊讲我嘛足想要来去吼外国游学啦吼。我讲有啊，我毋过我想要来日本啦吼。既然你都读日文啊嘛，是。结果伊就讲日本太贵咧哦，迄当阵日票足悬的啦。讲安尼哦，安尼共款哦游学吼，咱来去迄个叫做纽西兰，纽西兰较俗吼，卡3个半月呢。是。啊，你这个钱去日本哈1个月尔。袂好，结果两个就走去迄个，吼，即个做纽西兰，去学英文，所以阮是学日文去纽西兰游学啦，做算的。啊，拄头入去都是伊迄德国的迄个家庭，伊迄算讲移民去纽西兰。按做趣味的，你要去住因兜吼，伊爱看你的即个背景啊。哦，你爬过圣母峰哦，啊，阮国内嘛一个爬过圣母峰。是。讲安尼，吼，你有想讲吼，即个我掠做，因为伊讲的迄个人吼，我讲伊讲即个人你捌无？讲捌听过，因为咱伫台湾嘛，啊个少年。伊就踮迄咯，迄个皮包内底吼，摕出一张吼5块的迄个鸟币啦。哦，迄钱出来哦，啊，顶悬迄个人吼，迄人头就是迄个登山的，叫做 Edmond， 嘿，叫爱德蒙。是。哦，伊是世界第一个爬过圣母峰的顶顶的，对对啊。互你拄着啊？哦，无，我掠做伊巧去，因为通。伫印尼钱头顶。对，伫钱顶悬的，咱这都嘛死人了，伫钱顶悬。迄个又讲无喏，阮这个第二呢，吼。也活咧。住伫阮，哈。阮兜附近，你若要等去台湾正吼，看你要去甲拜访一下。哇！我惊一个咧，迄世界第一个吼，错咧等啦。而且咱讲真正，咱英文无好。是，所以会当握手。会当握手。伊讲你无要紧啊，哦，你英文无好无要紧，咱毋是要去讲英文啊，哦，咱最主要是爱去甲伊翕相。是。握手。啊，就安尼呢。真正去甲伊翕相握手，是哦，迄个手握落了吼，拢改变啦。元气十足，元气十足着，我感觉讲哦，这真正啊，佮看伊的背景甲历史吼，伊是真正一个足伟大的人，吼，因为伊爬山爬到尾啊，帮助这个当地雪巴人，是，啊，因为当年伊嘛是雪巴人，甲伊斗相共，互伊去咧顶顶，是，所以一直会记咧这件代志，所以伊的这个作为吼，是我这个想要追随的，榜样的，对啊啦吼，所以咱讲到纽西兰的这个传奇人物，互你拄着，啊，台湾的传奇人物。
有要做啥物代志，即马都要好好啊读册啦吼。即阵读到博士去啦，咧读成人教育，就是要做一间这个登山学校啦。咱来看讲，伊是安怎实践的。台湾观山资源丰富比例，国土有2/3拢是山崖，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观山，超过260座，是台湾独有的壮丽景色。但是，一般民众对爬山的相关知识却无啥清楚。江秀珍伫玉山国家公园担任巡查员的时，有机会来传达甲环境教育有关系课程。因为有足侪环境教育吼。环境教育吼，伊需要配合咱爬山就是高山的环境教育嘛，所以就即定的关系，所以就开始甲有当时也是国家公园，伊需要即个推广吼，我就去斗讲吼，慢慢啊，就会晓讲啦，会晓讲就足侪扶轮社啦，吼，扶轮社会叫你去讲，所以踮扶轮社开始讲。足接的。在座你爬山的举手，枕头山嘛有算，情况下吼，所以呢，其实台湾，我感觉至少爱会晓爬山，无嘛会晓游泳。其实我读册会内面足侪人就爱爬山，嘛参出去户外安尼健行啊，配合阮的读书会主题主题，然后请江老师来分享关于这路行来伊的生命旅程，伊的登山的经验。江秀珍伫爬山活动的过程，体悟到生命意义甲价值，并毋是为着替家己创造辉煌的记录安尼尔，颠倒是真心希望会当用家己的专业知识甲经验，对台湾的登山运动会当有帮助。因为听过这些故事，还有看那个书。就那个就是去爬山的那个书，所以想要去爬一些高山，台湾的试试看，像玉山之类的。一开始主要是以社团的演讲为主。2009年完成世界7顶峰的挑战了后，江秀珍就决定要将全台湾的学校拢讲学完。但是面对囡仔要安怎解说登山的过程甲体验，江秀珍嘛找到家己的一套撇步。你讲圣母峰啊悬，伊根本就唔知影偌悬。101你捌去过无？捌啦。101你问伊看讲101啊几个101吼，才会使甲圣母峰平悬。安尼伊就有观念嘛。温度要哪讲？恁兜冰箱吼，冷冻库几度？你去量看觅，你手伸入去看觅影咧。你零下40度是啥物状况？就是用这种比较的方式吼，互囡仔了解讲。去爬这圣母峰是无简单的。江秀珍一开始来回伫全台湾的学校演讲，推广台湾的山崖教育。伊的演讲场嘛已经超过上1000场，但是这个数字也阁继续在累积，要一步一步行遍全台湾。爬山出代志的这个，譬如讲一年120件，是。结果我这边九冬了，啥物？一年30-40件啦吼，比如讲 double 啊，嘿 double，你感觉讲我搁加做10冬是毋是这个数字搁较快？嘿啊，有可能所以你就去发现讲，安尼到底为什么会愈来愈多？就是因为咱无这个登山教育的这个观念。为着要创立一间这个登山学校，其实咱讲吼，这个真忝头的工课吼，就是要先读册啦吼。读册，即阵读到这个博士啊，过去你讲出社会较早，所以你高职毕业了后，就先出社会啊，是讲搁去考一个有一个专科吗？对，我高职毕业本来是继续要按迄个叫做体育去啦。是。因为我答应阮老爸啊，阮老爸嫌迄个一块金牌吼。毋是全世界伊都无爱啊，系啊，伊甲我嫌我踮迄国小开始吼，真爱运动，有比赛啊，有摕到金牌。所以安尼吼，我一直对这个体育吼，嘛是共款，就是我的第一个目标，梦想。是。后来我是去补习，有去考这个大学。不过以前咱的大学是爱倒考的呢。有影。考你唔能用药的呢，无效呢，迄倒考啊。会变负的啦。对，所以讲我迄阵差2分啊。
就是学科，咱有学术科嘛，啊，术科吼，迄个体育我考第2名，是啊，所以算高分落榜，啊，差2分啦，差2分，差2分，无体育这题也是真好的，是500几分啦，啊，考袂入去，是，嘿，啊，后来就是安尼。跩去做向导，业余的向导，啊，佮继续伫迄间白铁仔公司上班。啊，上班了后，就加减带人去玉山，是，哈，去爬山就对。人一个月，去，1年吼，也是一个月去1遍吼，我是一个月去4遍。去4遍。嘿，伊拢带人去爬山嘛，啊，跩安尼爬出兴趣啦。是。啊，到尾啊，就去人。咱咧爬山的时阵，足够走，足够行的嘛，啊，足够攀的，迄前辈就讲，迄小朋友，因为我迄阵年纪较细，伊拢叫我小朋友，迄小朋友，你体力袂歹哦，人即马吼，你报迄啥物去圣母峰的吼，迄协会吼有咧招人，你卡去报名去试看觅，跩安尼去试看觅，我想讲，同无嘛爱来去吼，看一下世界上悬是生做啥物款啦，啊，所以即个动力吼，跩吼。造成我吼去真正去报名啊，加入迄个训练队伍，啊训练过迄个年半了，就真正出发去爬圣母峰。有影啦吼，所以这个是这个头拄仔咱讲过，这个爬圣母峰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咱讲到为着要成立这个登山学校，上着你有几步爱去这个执行。头拄仔咱讲是啊，转来了吼，就是。观念拢改变，人拢问咱讲啊，你爬圣母峰转来是要创啥呢？迄个其实迄改变毋是随改变，迄是豆豆啊改变。啊，咱改变就是讲，我吼即世人想要做啥呢？结果转来我就想讲，感觉农业是真好的，因为看天公伯也食饭啦。吼，我即马转来，反正圣母峰转来嘛，吼，我感觉讲我会使看天公伯也食饭，就是甲土地会当结合结合。所以我就去考这个，真正嘛是去补习，吼啊到原来哪带队哪补习，才去考到这个家己农专夜间部的，吼啊我读3档，啊拄头的袂晓选系，你知影？我还讲，人讲迄新的系啦吼，迄是伊甲这个学做迄个植物病虫害啦吼，算讲你出来后摆会使做植物的医生就对啦，我想啊，这嘛袂歹啊，吼，毋是做人体医生，做树仔医生嘛袂歹。啊，跩安尼去读，啊，读毕业了，读毕业了，跩继续搁考就对。你当初嘛有去这个玉山去做这个巡山员。巡山员是一直甲我这个技术学院毕业，吼，毕业了，森林系技术学院毕业了，吼，啊，这个先去了。台大的迄个美丰农场，先去做生态的解水员，解水员做3档了后，甲去迄个做玉山国家公园的即个做巡山员，啊巡山员做9档，甲头路死掉，啊，足侪人拢会做怀疑讲，工过好好吼，啊，搁你山顶毋是你同介意的嘛，啊，你是安怎要死头路咧吼，啊，人讲的铁饭碗啊，遮稳定。啊，其实你入去了，譬如讲啦，我拄头的日记，迄山难吼，系出代志就对啊，爬山出代志的这个吼，譬如讲1年啊，可能120件啦，吼，啊，结果我入去9档了，啥物1年30-40件啦，吼，比如讲 double 啊，系 double 啊，你感觉讲啊，我搁加做10档，是毋是个数字搁较系啊，有可能啊，所以你就去发现讲，安尼。到底为什么会愈来愈多？都是因为咱无这个登山教育的这个观念，所以我就先工课辞掉。啊，过来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讲这个考到台大的迄个大气系，甲这个天气有关系。啊，教授嘛咧讲啊，讲啊，你拢爬过2件圣母峰啊，啊，你连这个高山的这个气象拢无了解的话吼，安尼足可惜的啦。好，你来读这个大气系，啊，毋过我咧，这个心内底担俩，惊就对啊。迄物理、化学、数学，迄是安怎读啦？啊，我就惊，啊，阮迄教授就讲，你惊啥？你拢爬过2件圣母峰，你惊啥？我心内底想讲，爬圣母峰甲读这个。
台无共呢，所以这边吼带咧等，你知吼？吼，敢若讲我头拄仔讲遐科学拢无熟。是。阮教授为着要鼓励我，伊讲来，行，咱来实验室。好，我带你来。哦，坐伫遮吼，咱的学长姐，坐伫遮学弟妹，后壁拢我助你。你若啥问题找因就好。哦，因这吼物理、化学、数学拢足够的啦，你免烦恼啦。拢甲你斗相共。是啊，吼。啊，毋过我甲你讲，阮即马无欠种人啦。哈？你无欠种人，无恁欠啥物人？啊，阮即马欠吼去山顶收资料，你来互因，互因分析迄人啦。哎呀，对啦，对啊，这个人是谁？你啦。就是你。所以你安怎带因去？所以吼，我会负责去收资料，啊，拢总3档。是。3档吼，伫咧即个雪山，咱台湾第2高山啦。是。哦，雪山。啊，2个月就爱走一遍，去换电池啦，吼，啊去收资料啦，啊，即咱拢春夏秋冬吼，迄气候拢无共。是。啊，跩安尼呢，你着伫咧即个过程吼，我嘛有为着要去收资料，结果嘛是拄着暴风雪呢。咱台湾嘛是有暴风雪呢，冬天的时阵，跩收无成功呢，落来，过一礼拜，看天气袂歹，搁去哩，安尼。啊，所以我有感受到讲。高山的气象对咱台湾的登山教育是非常的重要，嘿，所以跩安尼甲教授呢，哦，即个合作吼，尽量就是去推，去推即个叫做吼咱的高山气象。是。啊，所以3档读完了，我感觉同有成就的，就是吼即个高山吼，咱高山的即个气象站吼，自动化。哦。哈，所以即马就是每1分钟吼，伊都会一个资料吼，透过迄个无线电波，啊，就传嘿气象局，啊，气象局落去分析了吼，啊，伊会放喺即个咱的迄个迄个，不管是迄个手机啊，你 APP 吼拍开，吼你按迄个中央气象局。哇，这就是秀真子啊，有功劳伫遐。无啦，就是讲大家去推，嘿，斗去杀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即个叫做中央气象局跨部门、跨部会哈，大家愿意来做来成就这件代志，啊，所以我感觉讲这是3年3档来吼，我感觉上有成就的代志啦。是，啊，所以这个登山学校的这个部分吼，这嘛使放到一个教材入。是。高山这个气象这个部分，嘛是一种这个真重要这个工课伫。是。啊，咱佫讲到，其实吼。这个登山学校啦，本地要推测是对这个少年的开始，对囡仔开始啦，对咱国小啊，结果即马教育部咱嘛有咧做这个产业教育，是，啊，过来咱讲啊，佫较悬一点啊，国中高中来讲吼，因这拢要准备联考啦，啊，拢咧考试啊，嘿，师大吼，咱的师大嘛有伫推这个叫做迄个叫做登山的这个活动，吼。啊，过来重点就是少子化，咱即摆囡仔愈生愈少，对。啊，所以互我吼想法都搁改变，搁调整就对。啊，到2018年吼，我去即个嘉义吼读即个中正大学，咱讲迄王来大学，阮迄拢正王来啊。啊，读即个成人教育，哦，我就发现着即摆同即个同紧急的，都是咱即阵。中高年的，吼中高年站的这个人啊，吼，因为这个55岁咱叫乐龄，吼，咱讲快乐的年龄了对。啊，伊到65岁就要退休安尼，吼啊，所以即马你若65岁退休了，咱毋知要创啥，吼，啊，过来咱台湾去年年底吼，对山林的这个开放，是，啊，所以你会使观察到讲最近，伫咧山顶发生代志的，是，拢是中高龄的。哇，拢是这的。嘿，50、60岁开始的。吼，所以这互我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讲，踮这个对象开始改变，来做这个这个中高龄的这个登山教育。啊，另外一点就是讲，我甲因带因去爬1、2遍的山了后，发现着讲，因的观念完全改变。吼，就。同早以前，伊可能毋捌爬过山，伊会惊，啊，过来就是无自信。我是世人就做人的老母啊，吼，伫咧厝内，吼，你无用东无用西，拢毋捌咧爬过什么山，是，嘿，毋知影讲家己遐够爬，吼，所以安尼呢，甲因的信心拢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啊，所以我感觉讲，
即马咱的中高龄的人口吼，嘛比即个少年的较济，是，足济就对。因爬过拢讲啥？对，因爬过了，两中高龄的这人爬过了，伊讲我较带因去合欢山落来尔，伊甲我讲老师。一件会使带阮去玉山无？我讲跳伤紧啊啦！跳伤紧嘛！我讲你同无嘛爱搁去雪山吼，搁继续爬树，一个跳起。对，袂使安尼一届个跳过。是啦吼，所以这个爬树这个部分都要豆豆练习。安尼来看吼，因会愈来愈健康，因若接触爬山会愈来愈健康。是。袂较早吼，像咱即马平均倒伫病房的老大人吼是7档了。哇！外国只有2礼拜尔，所以咱希望吼，咱后摆咱4大人唔通吼倒眠床倒较久啦，吼，病院免倒辛苦啦，爬山较空间啦。对，咱甲遐时间摕来去爬山，啊，各位嘛免烦恼，吼，咱讲爬山，毋是拢带恁去爬迄足惊的，台湾有太济平山。足平路足平，嘛足水，就是爱开始爬啦。是啦，有影吼，这个爬这个教育吼，其实伫这个修真者这个推测之下啦吼，咱会当看到豆豆会当看到伊这个发光的这个所在啦吼，但是未来佫有啥物会挑战，咱先做伙来看。种树望10冬，教人一世人。江秀珍对推广登山教育的热情，绝对不只是一场1、2点钟的演讲，是希望会当对教育推广，慢慢将爬山的风气、好处以及这些相关知识一直传落去。其实咱山足济啦，你看咱是全世界吼。迄密度上悬的啦，吼，这细所这么小的地方的对啊，不过咱有吼3000公尺的高山，差不多要将近要300粒啊嘞吼，300粒山呢，啊，所以咱四面环海，高山林立，咱囡仔若袂晓爬山，袂晓游泳吼，安尼，住伫个家，毋知要创啥吼，我可惜啊，而且咱毋是讲。咱毋讲环境无水，咱水甲挡袂牢呢，水甲比外国吼，会使甲外国比啊吼，所以这个部分咱也会使适当的这个教育推广。筹办台湾头一个登山学校是江秀珍2009年完成7顶峰了后，伊替家己定的20年计划。不过伊嘛发觉到台湾因为少子化，囡仔愈来愈少。也有爸母的观念会影响囡仔户外活动的态度，所以对登山学校的发展嘛开始思考要换另外一个方向。咱来思考着，咱即卖的中高龄者吼，比咱青少年甚至年轻人更多的对啊，更多要安怎咧？而且最近吼，你给看这个叫做这个登山活动吼。发生山难，发生迄个山难的比例大部分拢伫中高龄的身上，这我嘛有去想讲，安尼这边安怎去做较好，所以呢，我思考就是对象点这个少年的移到中高龄的登山教育。江秀珍伫24岁完成圣母峰的挑战，想要搁再前进，才发现台湾无登山相关的专门学校。江秀珍只好选读家己有兴趣的，所以就小处伫森林所带去科学所的硕士学位，为着关山气象的观测计划，伫4年内爬雪山将近100届，也搁捌去玉山国家公园做9年的巡山员。其实我兴趣就是山嘛，当当时1995年踮圣母峰落来的时阵，我就想要去读迄个登山学校啦，无啊，咱台湾嘛无这个登山学校，因为以前台湾爬山的风气虽然是有，毋过拄甲经济拄颠倒病啊，大家拢伫对经济讲这个叫做经济起飞嘛，你爬山拢是食饱想用啊。毋过其实伫咧爬山内底改变我足侪就是观念，因为你爬山呢，拢是爱豆豆行嘛，去你顶了后落来，这个过程呢，其实是爱训练的啊，你毋讲我我倒咧眠床起来起床落骹去爬山，迄嘛是拢有一个过程爱去训练，爱去了解这个山的知识，所以咱人规一世人拢是。不断学习啦，我感觉学习袂使减。江秀珍一路行来，所做的代志拢甲山脱离不了关系，已经毋是为着家己爬山，
是要将这年来累积的丰富登山知识甲经验传承落去，为台湾的登山教育尽一份心力。其实咱讲爬过遮尔济山吼，其实这个台湾的山也是上水的啦。是哦，是哦。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台湾的山，咱要推广到这个登山教育，其实有几粒地啦吼。你嘛去外国做一寡参考。是啊，咱虽然是讲咱的台湾的山甲人无啥共款，毋过咱嘛是。咱无登山学校啊，要安怎开始？咱嘛是爱去看外国人是安怎要成立登山学校，设备是安怎，你教啥物物件？所以我伫个2016年，嘿，对，迄当阵呢，就是去法国，这个嘛足趣味的啦，就是本地是去参加这个。气象的这个研讨会啦，阮教授就足趣味的讲，你拢去到波兰啊，你是安怎不爱去？迄法国也无偌远啊，伊知影我要去拜访登山学校，伊讲你哪无爱先煞去？害我惊一个，我本来要去波兰5天尔，参加研讨会，结果哪会想袂到讲去欧洲1个月，遮久哦？是，因为呢，我去波兰15天，既然去啊嘛。好好个算一下，嘛去参观伊的登山学校，是，这是咱山协会理事长，伊会伫参加国际这个登山的会议的时阵，伊有熟悉迄个会长，所以就拜托会长先安排我去参观这个波兰的登山学校。因为登山学校是伫这个国家公园内底，足细间的啦。毋过呢，你看波兰，伊无啥物偌悬的山，毋过呢，伊出来一个世界有名的，世界第2个完成14粒8000公尺这个登山家，哇，叫库库兹卡。是。毋过伊41岁就往生去啊。毋过这个记录的是非常的无简单。所以伫波兰遮你是学到啥物？看到啥物？伫个因这个所在虽然因这国家公园内底这个学校足细无对，毋过伊是分线，就分伫个无共的地点就对。是。因入面因有算较短期的这个教育，登山专门为登山。你国家公园内底你老师要你去教爱去付门票呢。老师就要付门票，国家公园门票啊，你是伫内底上班啦，嘿，所以因算讲这个学长含主任2个人是算讲公家单位提供的这个薪水啦，因2个互相去搭配去休困，是，所以讲这个因这个学校算训练。较少人，毋过呢是一个真好，伫个迄个山区真好的这个环境，是，所以因会当栽培真好的这个爬山的精英就对。再来就是到法国较特别啦。法国因为我自本就是要去，为什么？因为伊是世界第一间登山学校，200年的历史。哇！对。所以呢，这一定爱去甲看卖啊一个。你法文也袂晓啊，你是要安怎讲啦吼？就拜托朋友吼，搁去找翻译，甲咱迄个解说吼，搁来呢爱推荐咯。你毋是讲我要来甲你拜访咯，嘿，你爱写配合学长讲，我想要为虾米要去甲你拜访？我是虾米人？我是爬过2座，一南一北圣母峰的秀真子啊。我是拜托的，阮的朋友帮我写，这拢是要怎讲咧？拢是。累积起来的这个朋友啦，所以伊嘛找到咱台湾屏东的一个伫个遐留学的一个学生，伊听到我的故事，讲自愿的，伊讲自愿义务就对啊，义务的甲咱翻译就对，就爱安尼去拜访人的学校无简单，
伊虽然200年的历史吼，伊是70年，70年的历史是伫伊的教育系统内底。伫教育系统是，伊讲阮70年中间吼，嘛是有一直调整。因为你这个叫做制度无好，嘛是爱改变。是，所以人因是不断伫咧调整就对。所以到即马，佫是世界足有名的。啊，伊嘛是因专门伫这个培养这个叫做向导，国际向导哦，国际向导。这国际向导就是讲，你除了法国以外，拢会使带。好，就是包括法国啦，就是讲你离开法国了后，你去到世界各国，这叫做国际向导，拢会使去带人爬山就对。嘿，啊，所以呢，因有迄个飞行伞。哇！嘿，飞天顶的飞行伞哦，咱台湾嘛有啊，是，不过咱台湾嘛无这种学校，有影，嘛无这种这个叫做科学的对啊。啊，真正有牌嘛无几间，伫台湾，对，所以真正欠这个教育。是，所以讲这是我伫咧法国看到人200年的历史。啊，到这个叫做去年，是，去年我佫去日本，终于，好一直讲要去日本读书，自己学了啊，去纽西兰，总算派到用场啊。即我袂记住，袂记住了，是。不过我吼就好朋友啦吼，我好朋友伫电台做董事长的，啊伊吼做热心的，伊听讲我要做这样代志，啊好啊，伊以前伫咧日本留学过，那所以日语嘛真棒，真高，啊所以就拜托伊讲吼，来甲我做翻译啦，啊去日本吼，哦无简单诶，在日本因52年的历史啊，是，啊你看因的山嘛无咱山悬呢，啊那水来讲，咱台湾的山嘛就水的，是安那人52档的历史是登山教育的，因是安那成立的，国家互因1500。无1亿5千万的入票，互伊做规年探天的这个推萨教育，对，因嘛毋是迄个叫做像咱毋是像这个法国安尼哦，讲有这个叫做一个系统性，嘿，对就是说咱讲毕业证书啥吼，爱读几档安尼，无因毋是，因是地基的学校，啊，因是即个叫做精英制的，就对啊，嘿，拢是培养普罗的，嘿，普罗的，嘿，啊，即个普罗吼，你完成了吼，完成训练了，你爱去教会样10个人，哦，嘿，就亲像去这个学修水的，你要做这个救生员，你都样教，对，你爱教会样10个人安尼，啊，所以因52档落来吼，拢总培养。要进2万个啊，即个精英了对啊。就愈团愈济就对了。对。所以咱台湾若是你要创的，这要行到一种模式。咱吼爱甲这个世界各国的吼，我感觉伊的优点会使适合咱台湾。啊，本土化一个。本土化，过来就是讲咱爱配合咱的环境、文化。是。嘿，因为咱台湾的爬山吼，甲各国无啥共，包括气候，这嘛是一个足大的挑战，所以伫咧咱台湾来讲吼，咱也即个叫做爱甲即个分级，是，就是咱的即个登山的路线吼，拢爱分级，分级了后呢，爱教育就对，教育才会即个对即个学员啦吼，咱就爱有一套系统，有初级的、中级的、较官方的，是，啊，循序渐进啦，兜啊行啦。唔好亲像头拄仔你讲的，带迄个50-60岁爬过一届，这个是要爬这个玉山安尼。是。所以这个部分吼，过来就是同重要的，起码就是理论啦。吼，咱登山一直无一个理论，咱拢是。初拢是咱家己的经验，实务足强的啦。嘿，阮教授嘛讲啊，恁咧爬山实务足强的，实务足强的无毋对。毋过你无一寡理论来支撑吼，迄是来算讲安尼到时听一下，哈，对，做一个基础的。是，安尼你才有法度去甲即个登山教育吼，即个系统用出来。是。所以我即马伫咧往来大学读册吼。都是伫甲即个理论，想甲理论甲即个登山的实务结合起来，是安尼所以差不多有2-3档的即个论文爱写，
啊，毋过我的这个登山学校应该是有机会有机会要还出现的对啦。是。所以即阵啊吼，都讲理论即块，甲结合实务了，咱讲要安怎个去推广？亲像你讲，你演讲吼，一年通天，嘛演讲差不多几啊百场有啦吼。是有，我即马10档落来吼，拢总讲完差不多3000几场啊啦。3000几场，是一年安尼嘛才3650工，对，我所以你要一工一场，差不多大家拢咧讲演讲就对啊。是，嘿，啊踮演讲去杀，吼去杀。啊，另外就是带一寡实务的嘛吼，咱讲理论嘛爱，实务嘛爱，所以我实务的部分就是带这个中高龄的这个人吼去爬山，啊踮因的身躯顶悬，去甲因访问，去甲因观察，讲因需要什么款的这个教育内容，啊，过来咱要安怎排这个课程，啊，看因的这个表现啦，啊，搁因写出来迄个。这个叫做咱讲的叫做心得回馈，这个部分来好啊整理，我相信是无问题的啦。有啦，这嘛是一套理论的。是啊，啊，甲这个咱的中高龄的这个健康拢顾好吼，其实咱台湾的这个长期照吼，唔免开遐济钱。是，啊，佫会使变世界模范的。世界上空间的国家啦。是，有影透过你讲啊。去甲因访问50-60岁这乐龄者啦吼，就是讲因有啥物需求，你的课程会使安怎去设计，对着咱这个台湾的这个登山教育，会当是真好一个开展啦吼，这都开始有理论啦吼，这个理论化的过程，咱讲英语或者是 grounded theory 啦吼，就是这个扎根的这个理论，你就是透过爬山者吼，甲你的这个互动，因所需求的啦吼，真正希望这个登山学校较紧来成立啦吼，今日非常感谢，那秀珍姐。咱讲有人叫你讲的啦吼，秀珍姐非常感谢，谢谢。秀发山林爬悬看，真情实去爬山情。今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